亲爱的小公主，你的生日 party 现在开始了。王后陛下，我长大以后可以变成像你一样的女王吗？我漂亮的小公主，你长大以后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个王后的。那我可不可以找个跟爸爸一样帅的国王呢？亲爱的国王陛下，你觉得我们的小公主可不可以找到跟你一样帅的王子呀？可以吗？当然了，可以了，宝贝，你一定会找到像爸爸一样帅、比爸爸还帅的国王的。许愿了，小公主。来，吹蜡烛啦！1、2、3，爸爸猜你许的愿是快快长大，也成为一个王后陛下，对不对？对。小公主，咱们俩跳个舞好不好呀？好。你怎么没回家呀？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们上床睡觉啦。来，等一下。哎，倩倩，今天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呀？妈妈没回来。那不是干妈陪你一起过生日了吗？我想妈妈了。好了，我们先睡觉好吗？来。干妈晚安。晚安。你这么快收拾东西，你是怕谁看见啊？没有啊。你是怕盛楠知道我陪倩倩过生日，怕他跟你急是吧？没有。我走了。我送你下楼。送你下楼吧。不用了，你去照顾倩倩吧，她更需要你。我是该走了，这毕竟不是我的家。
碰到什么情况，扛住了，别认输。这话特别像我爸说的，他永远都跟我说，不要放弃，不要认输。但其实是很难的。你肯定能行，你是你爸培养出来的，这我们都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啊，正好还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你准备一下，接替我，我要调走了，以后这间办公室就归你了。怎么回事啊？董事长把你从外地叫回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人事变动呢。不过自从那次矿泉水的事儿以后，董事长非常器重你。我把你在欧陆白的经历，不要再说我了，说你吧。没什么，人往高处走，有更好的职位等着我呢。不过这次的人事变动是公司的秘密，先别跟别人讲啊。你这个人真的挺奇怪的，永远打别人看不懂的牌。这还真是我听过的对我最好的褒奖。谢谢你啊。谢谢你，来，庆祝一下。祝贺你。再不起就迟到了啊！妈妈在家的时候你就不敢赖床，对不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啊，这提前回来了。刚刚是谁赖床不肯起来呀？好雅。那待会儿妈妈洗个澡送你上学校，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立刻起来，好吗？你看人下菜碟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是不是？你干嘛老盯着我呀？我又不是饭，赶紧吃饭吧。宝贝儿，能不能不跟我装傻呀？装傻？装什么傻呀？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是我生的，你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啊。哎呦妈，我真没装傻，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不告诉我没关系，我直接上他们家去找去。千万别，千万别！妈，我们说好了的，说好不告诉你们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说了不能告诉你们吗？好
好吧，好吧，好吧，说。这事儿啊，都怪罗素，是他自己惹的祸。罗素，倩倩，昨天生日过得开心吗？开心，奶奶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真的啊？嗯，那除了奶奶以外，还有谁陪你一块儿过的？姑姑、舅舅。妈妈，你想没想我啊？当然想你了。你呢？我也想你了。你回来我真开心。妈妈也开心。老师好，好，谢谢啊。倩倩，倩倩，妈妈不喜欢撒谎的小孩。你告诉妈妈，昨天你跟爸爸回家以后，谁来了？干妈。是爸爸不让你说吗？我昨晚听见干妈说，爸爸不想让妈妈知道，怕妈妈急。妈妈，你干嘛不陪我来过生日？你为什么不高兴？妈妈也没有不高兴，只是我们做人要磊落，尤其是小朋友，不要养成撒谎的习惯，特别是对妈妈。你说是吗？记住了。好，真乖，去吧。这回你跟杜峰出差够突然的呀，就你们俩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样？给倩倩过生日过得好吧？挺好的，就是你没回来，特遗憾。倩倩一直念叨着你。我没觉着你有什么遗憾呢。如果有的话，是你还是孩子？对了，倩倩过生日的时候，唐林来给她送了个礼物，倩倩跟她说特想妈妈呢。刚才我忘告诉你了。我也忘了告诉你了，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跟杜峰在公司里加班，加了一宿。什么意思啊你？你还有理了啊？出差完了不回家，跑去跟人加班，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我怕呀，我怕把某些人的梦给惊醒了，又是王后又是公主的。不是你回过家，你直说，你兜半天圈子有劲吗？你要跟我说实话，我用得着去兜圈子吗？你问倩倩，倩倩说没别人了，我不是顺着孩子说的吗？倩倩刚一下车就跟我讲实话了，这把我给搁里头了吗？你跟倩倩都没事，你干嘛对我这样啊？因为孩子的心比你干净多了。你要这么说，那我还说你呢。你俩出差那么多天没待够啊，还一起加班，约好的吧？嘿，还真没约好，这个叫做默契。就像某些人也有默契，趁我不在一起给孩子过生日一样。你呀，那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反正我也洗不清，现在咱俩扯平了。哎，谁在？警察！别开了！对不起，警察同志，我这个送孩子，马上。哎，媳妇儿，哎，开走，马上开走，媳妇儿，开。妈，我听说楠楠出差回来了，是吧？那爸爸的意思说，这个周末你们俩一起回来吃个饭吧？妈，我这忙着呢，你自己跟盛楠联系吧。怎么，你们两口子还没和好呢？哎，我都不明白了，两口子之间有什么说不完的事情啊？有什么说不明白的事情？哎呦，行了，我这开会呢啊，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哎。太莫名其妙了。
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哟，盛达回来了，妈妈好，倩倩，好孩子，乖乖。哎呦，可有些日子没看你们这一家子回来了，是吧？我今儿还问你妈呢，哎，怎么不见你儿媳妇登你家门了？是不是两口子又打架了？哪有，裴大妈，您太会开玩笑了，怎么会呢？就是啊，裴大妈，哎，是不是您儿子儿媳妇吵架了，跑我们这儿来找公平来了？我们家可不像你们呀，我跟你说，我们家一片和谐。我们也和谐着呢。真的好，好，好，跟奶奶再见，我们上去了。跟奶奶再见，再见，再见，真乖，真好孩子。走了，裴大妈。哎哎，哟，怎么啦？打架了吧？哎，还有一个事儿啊，通知你婆婆晚上7点半到广场去跳舞，千万别忘了啊。好的，嗯，不是打架，我这胳膊出汗了。对，我猜啊，是打架了吧？你看我胳膊出汗了。您谁呀？那是。妈，我出差的时候啊，经过一个眼镜店，那眼镜特别好看，给你买了一个。你不是特爱戴眼镜吗？哟，这牌子好贵的，你戴上了，肯定像个大明星。好看吗？爸，哎，给您带了一个上海特产啊，无糖的点心。哎呀，盛达，以后出差啊，不要带什么东西了，都是自己家里人，搞这么东西干嘛呀？你爸呀，说你这2天忙瘦了，给你忙的煲汤呢。谢谢爸。这谢什么呀？走，找爷爷玩去啊！你们2个到屋里去，有些事儿我想跟你们谈谈。到屋里去吧。奶奶，坐吧。跟爷爷先玩啊。这怎么了？啊，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们2个都是当爹当妈的人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不懂啊？夫妻吵架是不能隔夜的，有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吵啊？行，说出来，放在明面上我听听。楠楠先说，还是你先说呀？有什么事儿啊？我们俩根本没什么事儿。孩子啊，你越是在我面前装的满不在乎，我越觉得你们之间就是有问题。真的，其实夫妻之间啊，不怕吵架，有什么事你们吵啊，吵出来啊。你们这么样不干不干的冷下去，我倒是觉得挺可怕的。你说出来嘛，哪怕说出来，你们吵起来动手都行，行不行？动手打，我替你们到外面看门去。干什么？这倩姐在外边，你别闹了。那你先说，我不管你那天晚上做没做过什么事情，你作为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你跑到人家单身女人家里头去，怎么，是你的不对吧？对，那天的事儿是我不对。听见吗？他跟你认错了，多想想他对你的好，行不行？我去帮爸做饭吧。别，孩子啊，我是在帮你，你不会连我都回避吧？嗯，行不行？啊，哪儿不对了？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我那天就不该跟唐林见面，也不该跟他聊天，更不该跟他喝酒。我拦着你了吗？啊，你跟唐玲见面、聊天、喝酒，我拦得住你吗？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楠楠，喝酒这不是一个什么原则的问题啊。妈，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外面出差，他跟唐玲一块给倩倩过生日，一个人演皇后，一个人演公主，其乐融融的。我跟外人似的，这他跟你说了吗？不是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我故意安排的啊！那天给倩倩过生日，妈和爸都去了呀。那唐林后来打电话说，他说要给孩子送个礼物，我能把人拦出去吗？你跟我嚷嚷什么？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刻意隐瞒什么呀？我隐瞒什么了？你走到家门口你不回家，你跑公司跟着杜峰加班，我隐瞒什么？杜峰，你自己根本就思想邪恶、肮脏，你把我也想成这样，我能进去吗？
你们其乐融融的，我能破坏你的兴致吗？哎，好了啊！说了半天，我听出来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吧？楠楠加班怎么了？楠楠加班是有她自己的正当理由的，她平时多忙啊！没错，那天孩子生日的时候，唐林是来我们家了，你还打电话来说给我们的孩子送个礼物，我们可以拒绝吗？楠楠，听妈妈一句话啊，我们建立一个家庭，守住一个家庭都是很不容易的。是，我知道很不容易，妈，我错了。妈放心吧，我们俩没事啊。没事就更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外头，都会有很多的诱惑，也许我们谁都经不起诱惑，这是我们自身的弱点，所以我们就应该相信对方，包容对方，是吧？妈，我还是帮爸做饭去吧。跟妈说实话，刚你们吵架的时候说那个杜峰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就是他的上司，上下级关系。来喝一口，好吧？哎，好，再喝一口。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没什么帮忙的，你忙你的。菜洗了吧。哎，好，来坐着慢慢喝。我来开门。哎，开门去。舅舅。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本公司致力于开发孩子大脑的发掘、体魄的强健、智力的开发、经营一切有关于孩子成长的产品。下面由本人隆重介绍一下本公司的董事长 Mr. 罗丹。哥哥。我说你们俩唱的是哪出啊？你们俩不会是真的一块开公司吧？当然啦，我跟你说，商机稍纵即逝，想到就要抓到，是吧，小同志？接着。罗董说的对。那本公司呢，由我负责客户沟通和企业的联络，跑前跑后负责进货；由罗总呢负责坐镇后方，客户服务和售后。我们的联合那真是珠联璧合，强强联手啊！本公司致力于1年回本，2年翻倍，与中国教育事业齐头并进，争取在10年之内进入世界500强。等，就你们俩啊！你要说别人呢，我还有点信；就你们俩，天要不塌下来，就万事大吉了。爸，还是亲人吗？我这刚开张你就给我泼冷水。就是，青姐，我们还想啊，让您给公司起个名儿呢。打住，我不起啊，我不起。哎，什么？他刚才说的话是当真？啊？上次是来跟我们说是要租一个仓库办公司，我跟你爸都以为你们在说笑话呢，这当真？哎呀，跟他废什么话呀你！我当时多远？姐，干嘛呀？在外面偷偷管。青姐，快！我怎么了，姐？自己家里人你也来？不是你们就不怕我要喊吗？哎，亲别人也罢了，打着我呢！别气娘，你听我说，不靠谱，人家脑子坏着呢。都听我说啊！是。哎，亲，你站好了。我跟必然啊，认真的去考察了一圈了，真的。就是啊。我跟你说啊，妈，这绝对是商机。中国未来的教育产业啊，绝对是最赚钱的。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给倩倩花了多少钱？你们给倩倩操了多少心？这钱这操心，这不都证明了一切吗？对吧，倩倩？那倒是。哎，青弟，没错。所以说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路上就说了，想让您给公司起个名儿。您是这家里最有文化的人，您这名字关系到公司的成败，您给起一个。对，爸，起的时候呢，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特色啊，还有一定要体现出我们是为孩子服务的来起名字。那就给他们起一个。那随便啊。必然。哎。罗丹。
孩子呢是祖国的春天。有了，碧螺春。碧螺春，这个名儿好吧？听着有点耳熟啊。这茶吧。哎，怎么了？不欢迎我？还是有情况？家里有人？你怎么了？那女孩谁呀？这么不欢迎我啊？我可是登门专门的感谢你的。趁我出差在外地陪我女儿过生日，你这干妈当的可尽职了。按说我走了这2天，罗素跟倩倩关系更好了，也不想我，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女儿7岁以后，天生跟爸爸亲，这很正常啊。而且，从教育和心理的角度来说，父亲的影响力更大。我倒觉得，你可以放放手，让你老公多管管孩子了。让罗素管，那不翻天了。错了，其实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激发他的创造力，情商和智商共同发展。男人的力量感和幽默感会让你的女儿更安全和更放松，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别说你这个专家还不是白当的，我每次从你这儿取完经，我还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其实你今天不是来争取经的吧？要不我替你说，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小人之心。坦白说吧，自从上次闹过之后，我没有想过你会来。有时候你的行为确实吓我一跳。你是想证明你的优越感吗？不，唐林，我真的是很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特别掏心窝子的那种。我很不理解你的很多的行为，因为我不喜欢绕来绕去的打哑谜。好啊，我马上就要回美国了，去处理一些我的私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还不知道呢，所以在我走之前，我也想好好的跟你谈一谈。谈？那天晚上，我真的想把罗素夺回来。我用的这个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夺回，夺回本该属于我的。唐林，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吃后悔药，可是你怎么还不清醒呢？你看当年的你，天天心飘在外面，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罗素是个普通的男人，他满足不了你，他要的就是一个踏实温暖的家和一个可靠的女人。可你不珍惜。我承认，当年是我自己的错，可现在轮到你了。我发现你也并不珍惜他。我太倒打一耙了。我在认真的跟你说这个问题。毕胜男，你觉得你和罗素之间还有爱吗？你们没有依恋，没有激情，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交流。我本来想试着去触碰罗素的内心，我以为很难，但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走进去了。我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之后，我跟罗素之间还是可以理解对方。毕胜男，你知道，我曾经拥有一切，但我也失去过一切。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孤单。你终于撕破脸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撕破脸了。倩倩生日那天，你看见我在场，你心里有多疼，我比你还清楚。就像当年你给我邮了你的结婚请帖一样。毕胜男，
你用不着再在我的面前去炫耀你的大气、你的优势。我比你更坦诚、更真实。行，哼，好吧，你哪儿都比我强，哪儿都比我好，那然后呢？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让你老公重新再选？拜托，我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没有爱的婚姻更可怕。你说什么？谁跟你说我们俩没有爱了？你这个人，我不骂你几句，你脑子不清醒是吗？刚那话是罗素这么跟你说的吗？但什么都没跟我说，我自己不会感觉吗？我就不该来你这儿。毕正南，没有爱，还不如放手。唐莲，我跟你说一句话，希望你记住：罗素让他再选择1次、2次、1000次，他都会选择我。从明天开始，孩子的事情你就多操心了，充分发挥你当父亲的优越性和责任感。什么意思啊？你真要放手啊？你开玩笑还是赌气啊？我不放手也不行啊，杜峰的职位由我顶替了，他辞职了。哎呦我天哪，那我得好好规划规划，我的教育理念终于可以实施了。我倒是管好，你可别干涉我啊！你有什么狗屁教育理念？还不是在唐玲那儿道听途说的？哎呀，怎么又提唐玲？老婆，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那天是丁成看了唐玲的微博，说他发了一条那个《盗梦空间》里的台词，他觉得肯定要出事，要出人命。我怕真的出人命，我才去的。哎、我谁知道他穿成……你婆婆妈妈的干什么？我们都说了，已经不提这个事儿了。调一晃我也洗不清。那倩倩那天过生日，你都到家门口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呀？啊，你非要跑去跟杜峰加一晚上班？哎，不对呀，你俩出了几天差，又一块加了个班，他就辞职了，这怎么那么蹊跷啊？这事儿，你就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吧，往浪漫的方向去编。别想了，你要再想啊，真该从这儿跳下去了。哎呀，可怕的冷战呀！哥们儿，你应该这么想，哎，你看你老婆升职了，你的情敌又走了，孩子的抚养大权又落到了你的手上，你应该高兴才对。我高兴不起来啊！我觉得这段时间盛楠开始给我革新了。特别是这次出差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那你就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啊，不厌其烦的解释。你俩应该好好的交交心。一看就是没结婚，这两口子一旦要是靠解释过日子，那就离那什么不远了。这么没，姐夫。我姐忙，你也不来参加我们开业典礼啊？啊！等你们什么时候关张大吉，我再去庆贺。呸！太晦气了。
哎，我让你去租一间办公室，你不去，你非在我们家门口弄这个，你说不是你让我多丢人啊！不是不花钱吗？来啊！来，佳乐啊，准备剪彩啊！准备剪彩。你们玩吧，我不跟你玩。哎，别走啊！啊，丹姐，你剪彩。就等你这一咔嚓子了。来，哎，气氛再热烈一点儿，还不够热烈是吧？来，大家鼓掌！来，准备剪彩了，3、2、1。哎呀，这剪刀怎么这么钝呢？啊，开张了！来，等一下，还有这个啊，1、2、3。那个丹姐，哎，我讲2句啊。我们碧螺春公司呢，主要是经营一切有关孩子成长教育的产品。那么我们的目标是1年回本，2年翻倍，与中国的教育事业齐头并进，然后争取在10年之内进入纳斯达克。你还跟着他瞎折腾？必然。啊，对，来，啊，1、2，耶！哎呀，必然。我来，耶！咱们今天公司就成立了啊！佳乐，我不是让你把所有同学都叫过来吗？怎么就叫俩？我们学校不让学生参加商业活动，我是利用午休偷偷带他们跑出来的。哼，走开！哎，丹姐，过来。那一会儿呢，舅舅带你去吃大包子，好不好？啊，吃包子啊？你不是说大餐吗？大餐呢？你们懂什么呀？这个叫节省开支，是不是？走了，走，佳乐，来。哎，以后这摊子有你忙的，你可能连倩倩都顾不上。有他爸爸也好，言传不如身教，让孩子看看他妈拼命的样，有好处。你总是有话讲。真的，你以为一诺身上学习那股子狠劲儿从哪儿来的？都是跟着我加班加点熬出来的。这张照片是我刚进这办公室时候拍的，2月以后他就走。行了，以后这儿就属于你了，好好干。真是，你别老拉着啊，都看。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就是嫁给你，你自己招人烦不说，你连得我也招人烦。我跟你讲，去年的时候，倩倩在班里还能争一个第1、2名，寒假的时候我一问，好，第10名了。这次期中考试我再一问，第17名了啊！一打电话就是这个罗素接，可见你女儿忙成什么样了。我要是再不出面管管的话，这孩子就被罗家人带坏了。你天天把你自己当成救世主，真是。哟，对了啊，你高血压的药你还没吃药呢，少吃一次死不了人啊！走了走了，快走了，到屋里也得吃啊。好，走了，摁电梯。罗素，我刚才查阅了一些国际上的解决案例，你明天务必带倩倩来我这一趟，这种病拖延不得，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孩子的。唐林，你别有顾虑了，你就跟盛楠说，我是真心想帮孩子，他作为母亲是不会阻拦的。行吧，明天见面再说吧。明天见。醒了，爸没事吧？今天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孩子现在这样，跟咱俩有直接的关系。咱俩越这么沉默，孩子可能越不愿意说话。所以，不管咱俩有什么矛盾，能不能在孩子面前尽量的克制一下，哪怕装呢？我同意。你爸这事儿干的真挺过分的。你妈那天说的话不过分吗？妈，我们家人都是疯子，都是神经病。我不是个媳妇儿，也不是个妈。看来你还不太满意啊。不是我妈，那不是因为倩倩的事儿急的吗？再说倩倩今天这样，她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咱俩吵架才造成的吗？我妈那话，她话糙理不糙啊。对你妈说的全对，说的特别好，说了我爸已经进医院了。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说这事儿？那这事儿是不是咱俩都有责任啊？我们就不能从这事儿里汲取教训，每个人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吗？你觉得你跟你爸的活法正确吗？你们家人就是喜欢给别人制造压力，让别人都活得特别紧张，自己亢奋。你什么意思啊你来？啊？我爸都成这样了，你还不依不饶跑过来指责我，你来干什么？你来是故意刺激我的是吗？干什么来了？在月光下，倩倩自由自在地飞翔。皎洁的月光洒满你的全身，慢慢的，你的手、你的脚都融化了。沈丽，我还有点事情，一会儿如果倩倩醒了，你就去办公室找我。好的。
帮我办个事吧。怎么样啊？先进行一个疗程，看看再说吧。我觉得呀，倩倩已经把她的内心封闭起来了，想要重新打开，已经很困难了。说实话，孩子得了这个病啊，是你们家长的失职。我承认。我看你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家里家外的事情都不顺心啊？说实话，我也快抑郁了。我这次研究的课题就是关于家长自身的经历对于孩子教育的影响。其实我接触的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他们会把自身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罗素，是谁把你和孩子变成这样？你有想过吗？这回这事儿都是盛南他爸惹的祸。毕胜男啊，就是他爸爸的骄傲，是一个多年精心培养的考试机器。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成功，不断的成功，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也希望倩倩变成这样的人。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跟你姐姐从小生活在那种没有压力、很宽松的环境，因为你们的家境更好一些，你感受不到那种紧迫感，你会随时随地感受到幸福。不过毕胜男就天生不具备这种能力。我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倩倩她现在已经抵触她妈妈了。其实这已经说明了问题。倩倩睡了？睡了。要不我们俩去一下医院看一下亲家，让罗素在家看着倩倩。要去你去吧，我不去。见了面，我跟他解释什么呢？一本必胜诀，现在把两家搞得两败俱伤。不管怎么说，那个亲家是你给气晕过去的，咱们不去看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很快这两亲家的关系就该结束了。照你的意思说，真让他们分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对那家人抱有很大的幻想。如果他们这个小家早晚要分的话，那是他们的命。我们现在该考虑的，就是倩倩该怎么办。谢谢啊，出来吧，睡觉。倩倩怎么样了？我听一诺说的还挺吓人的。他醒了以后就不说话了。关键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碰他，除了我。怎么会呢？照理说，孩子跟母亲应该是最亲的。你别太着急，看你爸这儿已经好转了，倩倩她也需要一个过程啊。放心吧，放心吧，我垮不了的。说这种话，当年我也经历过这种事儿，我的心里也确实特别不好受。我特别能够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这2天就别去上班了，啊，家里这边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基地运转的怎么样？资金找着了吗？别操这些心了，没你，地球还转着呢。是啊，也没那么重要。不，你特别重要，你对我们大家都特别重要。谢谢你。你是你爸教育出来的钢铁女战士，女变形金刚，你肯定扛得住，加油！走了。好，谢谢。钢铁女战士，听话来，大热天的你不能这么穿，来来来，换个裙子，听话，听奶奶话，你怎么了你？好孩子，你看把奶奶给推倒了，好不好？倩倩听奶奶的话啊，这是冬天穿的衣服就捂坏的。来，脱了，听话来，好不好？来脱。又谁来了呀？来，这不是你最爱喜欢的奶奶裙子吗？哟，把衣服脱了。盛楠来了。这是棉衣，你怎么能这不是捂出毛病来的？倩倩，你看妈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盛楠，你来的正好，你看她穿的冬天的衣服，死活都不肯脱。来，妈妈来了，快来，好不好？听话，倩倩，奶奶，现在孩子他也不要你，你拿着这些东西还是回去。你少说两句。妈，爸，我能带倩倩回去住2天吗？那你爸呢？我爸病情稳定了，而且我请了护工，我弟弟每晚陪着。这个孩子不会跟你走的，你费那个劲干嘛呢？快回去吧。倩倩，大热天的，你盖着被子干什么呢？倩倩，来，倩倩，跟妈妈回家好不好？倩倩，你告诉妈妈，妈妈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情，你要这样呢？倩倩，别拉他！哎，奶奶，你干嘛那么死乞白赖呢？你越这么拉他，他越不起来，他捂在被子里头会捂出病来的。赶紧走吧，啊，你回去吧。走吧。哎呀，孩子怎么可以让他这么样？快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啊！走吧，哎呀，走吧，该干嘛干嘛去啊！倩倩，妈妈走了，来，快掀开。总而言之，我们这款游戏的难度一定是要降下来的，否则玩家就会有失败感，对吧，罗总？不是，你看啊。人家国外的游戏，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这么容易就通关了的？你这么简单，人觉得没意思了。对你说有道理。当初我们设计产品的初衷是面向高端玩家的，但事实是，市场高端玩家有限，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收回预期成本。难度可以降低，但人物的设定不能简化。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游戏人物的设计地域性不能太强。要不然那还有什么意思？罗总，不是，哎，咱都别说了，罗总，你赶紧拍个板吧，咱这事儿都别再争了，都拖这么久了，都快1年了。站在你们个人的立场，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哎，罗总，哎，罗总，姐夫，您怎么来了？我想找你谈谈。路上说吧，我还得去倩倩学校。姐夫，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我姐吧，她脾气虽然不好，但你都能忍过来，这点我特别佩服你。但是你现在怎么就忍不了了呢？姐夫，我姐这个人吧，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她相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吗？
在我姐心里头，那除了倩倩就是你，我都得搁一边。总之，姐夫，我姐以后肯定也找不着像你这么好的人了，你肯定也找不着像她这么好的人了。那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呢？上次您跟我说孩子得了忧郁症，会有很多种表现，能查出病因吗？他现在排斥我，不跟我说话。这种病的病因很复杂，总之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或者是受了强烈的刺激，孩子才会有种种反应。这种病父母很重要，越是跟患儿接触，越会帮助他们早些康复。可是他排斥我，你能告诉我，让我怎么去面对他吗？他不认我，我该怎么办？那也不能硬来，这种病不能再给孩子压力了。说别的班开始给孩子放母语试验，你说咱们班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呀，真是的。哎，你们知道吗？你们的重点都是孩子学2年级的东西了，整整每天咱们1个学期呢。啊？不会吧？上面还可能这小公司。我们家每期在1个，你家呢？我们面码小公司。这上头哪个是你孩子？不该错的都错了，人民读音获得了7个小红花。不会吧？哎，你好。你好。哎，听我们孩子说你们家倩倩病了。啊。你们怎么不让她来上学呢？先在家休息几天。哎呦，这倩倩妈和一诺爸不来，我都没主心骨了，这。哎，要不这样，一会儿你代表我们跟赵老师提问。这我可什么都不懂，我是第一次来，还是听赵老师说吧。你就别谦虚了，你们家和杜一诺家可是我们学习榜样啊。对呀。那我们提问一下吧。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准备开会了。各位家长，可能你们还没有听说，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在考试的时候突然发病，送到医院以后被诊断出患了儿童抑郁症。啊？儿童还有得抑郁症的呢？这个不都大人说呀？所以这些天我特别的受刺激。我也发现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有多动症的表现，上课也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很多同学的家长在放学以后还带他们去参加很多额外的辅导班，还有请了家教。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今天请了著名的教育专家滕玲女士，希望她来给大家讲一讲家长们的焦虑如何传递给孩子们。唐老师。不是今天开考前动员会吗？各位家长，你们好。刚才我已经听了你们的讨论，也感受到了来自你们的焦虑。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焦虑是从何而来呢？我们都知道，成功是目前普遍推崇的价值观，于是就有很多人自己成功无望，却急于希望孩子获得成功的家长。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还有事业的失败感和焦虑无形中传递给孩子，而且他们也希望在短期内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超过同辈人的优异成绩，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家长教育的成功。但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这些家长的预期呢？这些家长就会有更多的失落和挫败感。这种负面的情绪非常容易表现出来，而且也容易传达给你们的孩子。根据我这些天1对1的调查，这种现象在我们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能提个问吗？你是？哦，我是文文的母亲。您是教育专家哈，受益匪浅。我刚才听您说了那么多，好像您是反对成功哈。你这样说太片面了，我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一下。哎，文文妈，你听人专家把话说完。不是，
刚才您说的那些，我觉得对孩子学习提高有帮助吗？我听您说了那么长时间，我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啊。对呀，我们也没听出来呀，没听出来呀。你问问妈妈，也没听出来。其实像你现在这样的表现，就是一种焦虑。其实根据我对你孩子的了解，您的孩子经常在做噩梦，您知道吗？做梦？哪个孩子不做梦啊？我小时候就经常做梦啊。哎不，赵老师，别的班都在开考前动员会，咱们今天是来说这些的吗？不是，我问妈妈，我今天特意请来唐老师，我是希望让所有的家长们放下包袱，不要再给孩子们那么大的压力了。我希望可以从我们这个班做起，所有家长保证，不要再让孩子们参加额外的辅导班，还有多余的家教。为什么呀？课外教育本那是家长管的了，就是那是家长的权利。学校管的。大家请静一静，听我说。我现在是在替孩子们呼吁，我也希望所有做家长的可以多听听孩子们的心声。赵老师，您是班主任啊，这个学期您给孩子们灌输的不是玩就是玩，学校不管，现在你也让我们放手，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搞清楚，你们这还是不是重点学校啊？对呀，是不是重点小学呀？文文妈妈，请您安静一下，各位家长也是，先听我说完。刚刚唐教授说的，大家也听到了。我觉得孩子处于现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感受的是快乐和自由，而不是更多别的压力。不，你们要搞清楚，你们这样教育出的孩子是没有竞争力的。你们清楚吗？现在社会什么样子啊？工作压力那么大，为了职业，为了挣钱，大家拼得你死我活啊！你们现在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了小绵羊，将来走进社会还不被那些狼给吃了？是啊，就是啊，就我家长跟我们说了那一大堆。你们先把中考、高考取消了再说。对，小学是轻松了，初中、高中呢？各位家长，我们只是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要美好的童年，就不会有成功的成年。什么呀，在这里跟我们说快乐？你们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现在的你们就属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家长。唐教授是教授哈，请您把您这套理论放到外面去讲，别放到重点小学里来讲。您知道我们这些家长费了多少劲才把孩子弄到这所学校吗？您知道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买到这巴掌大的学区房，您了解我们吗？您知道我们这些家长有多苦吗？还跟我们说这些您一句话就把成功给否定了。您想知道吗？这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功的，我可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我将来这岁数后悔。我强烈要求赵老师现在开考前动员会。不会等倩倩变好了，你准备改行当医生了吧？我一定要查出来，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不理我呢？妈那天给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别往心里去。其实她也挺不容易的啊。怎么会呢？妈当然恨我们把孩子害成这样了。这段时间吧，真是把她累得够呛，都神经衰弱了。你说这倩倩吧，她一天到晚的又哭又闹，总是喊着什么丢了，所以她累啊。丢了。不过我说句实话啊，毕胜男，我觉得倩倩今天病成这样，就你跟罗素闹的，你知道吗？你说你们两口子没事，你闹什么呀？还有那个唐玲，我早就跟你说了，她那手润物细无声的本领，用在任何男人身上都好使。而你呢，一天到晚就是光打雷不下雨，只知道把自己老公吓跑，你还能干什么？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们两个的事。提出离婚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跟罗素不是一种人。怎么会不是一种人呢？你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我还有那个唐林，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爱情到底是同性相吸还是异性相吸？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答案：越不相同的人，越具有吸引力。
当初我跟薛子峰不就是这样吗？可是婚姻正好相反，两个人是越接近越好。我跟罗素正好是两个极端，一个人追求成功，事事要求完美；一个人随遇而安，只要平淡幸福。妈买了西瓜了，来来来，过来陪妈吃点西瓜吧。像是倩倩去唐林那去了好几次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看不出来啊。那我怎么觉得越来越严重了呢？今天你爸说了，这孩子躲在被窝里头一直在咬指甲，我不知道唐林怎么说的。唐林说，现在用的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方法了。哎呦，这么样下去的话，怎么得了啊？你是怎么想的呀？说不行呢，就得给孩子用药。说现在国外有一种专门针对儿童抑郁症的药，给他吃药。小孩子一旦服用上了抑郁症的药，那是要终身服药的。唐林还说了一种方案，就是带倩倩出去旅游，说换一个环境呢，孩子有可能会敞开心扉，这个抑郁的症状有可能会得到缓解。对了，妈，你有空去看一眼盛楠他爸呗。你是在说我吗？不去。你爸跟我说了好几次了，我去干嘛？我去跟他解释什么呢？你妈在这件事情上千错万错，你妈就是一根压死了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她作为老爷，她没有错呀。她让孩子背什么必胜诀，是因为她让孩子背了必胜诀，孩子才摔成那样的。她作为一个老爷，她不自责，她不难受。我先不跟你说这些，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妈，您就别问了。作为妈，我提醒你一句，你跟楠楠不管你们过得下去还是过不下去，不能让孩子受罪。行，我睡了。什么呢？那个队长搬腾地方啊。腾地方？对，腾啊！来，接着搭把手，来。来，接着你了。又是背上了。哎呦，盛楠，你怎么来了？家里怎么样？什么情况呀？他们是？那个小飞啊，哎，快，老板，带着客人到那个3号棚那儿去看一眼。哎，好，那走，大家跟我走。行，待会儿见啊。这帮人看上这块地了，出了个好价钱，我正好解套。这不是你的风格。我倒无所谓，可是我不能让跟着我这帮兄弟白干，这里边好多难事儿，你知道吗？再难也付出了心血啊！你就这么就决定了？别喊，急什么呀？看见以为怎么了？你有跟我商量过吗？这个市场才刚刚打开，我们付出多少心血，你就这么就放弃了？行了，这地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的基地，我的！赶紧到我哥们公司那儿报道去，人等着你呢。搬什么搬？别搬了！那个杜总想搬的。我让你都放回去，听到没有？快！搬起来！搬！来，往回送了，来，往回搬来。把那个人搬下来，快点！把这桌子也搬下来。动作快点！好，快点！搬来！上课，起立。老师
你不舒服吗？老师，您别走。谁告诉你的？啊，不是，老师，其实。别人，我正好要找你。基地的事情你怎么敢瞒着我？杜峰他不让我跟你说，说你心太高，知道了肯定不同意。再说了，咱们家这几天那样，跟你说了也没用。可是我们现在的销售卡已经出去了很多，市场营销做得很有起色，为什么不可以再等一等呢？是啊，我也觉得如果再坚持1、2个月，基地肯定很有起色。但是真的，我看了他账本了，他什么钱都没有，1分钱都没有，你知道吗？他连房子都抵押了。先去办呢。怎么，杜老板？这么好的价钱，你还要犹豫？没有，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喂，杜峰，你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去找钱。当时那么多大公司找你去，你为什么不去，跑到这个地方去创业？我知道你要的不是世俗的成功，你好好想一想，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现在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如果你签了这个字，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觉得这个基地非常有希望，你一定要相信我。宝贝，你好好画啊，你别乱涂。你像老师那样好好画行吗？倩倩。罗素，出来一下。老师，你别着急，总有办法的。给你看看东西。这什么呀？我有一个国际交流的机会，可以带一个孩子去国外参加2个月的夏令营。本来是安排我女儿去的，可你也知道，我想还是让倩倩去吧，这样你可以作为家长一起陪着去。我觉得可以去，这个夏令营真的非常不错，而且那边景色又那么好。谁带他去啊？你们要是舍不得，倩倩长这么大还没有走过这么长的时间。哎，怕什么呀？这上面不说了吗？可以有一个家长陪同。要不罗素你跟着去得了，正好可以好好的陪陪倩倩。哎，不对啊，唐玲是不是也要去啊？2个多月你们在一起，哼！哎呀，怎么了？来，啊，梳个辫子是不是？哎呀，梳一个怎么了？哎呦，哎呀，怎么了？你不像话，怎么了你？干什么呀？怎么了？呸！大爷爷打爷爷呢？哎，你这孩子怎么了？干什么？倩倩，你怎么了你？倩，这孩子怎么了？倩倩，把门开开。倩倩，哎。
怎么了，倩倩？跟爸爸说。打电话，给谭龙打电话。倩倩，倩倩，以后换尿布这种事情就不要让你姐姐来了，还羞死个人，白养你这个儿子了。回头去给我买一点纸尿裤来，我自己就能搞。哎呀，自己来吧。呵，瞧你这点出息啊！切，我看你呀，整个就是一个混。爸，你说出来啊！你说出来没错，我就是个混子。以前我还觉得您说的不对，但现在我真的认了，我就是个混子。必然，不要自暴自弃，你不是个混子。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你姐姐说的对，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小时候，我总是对你爱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总想让你按照我心里设计的那个样子去成长，就抹杀了你的天性，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实你也一直在努力，爸爸都看出来了啊。要是按照你的天性发展的话，你应该是一个比你姐姐还要强得多的好男人啊！不哭，我毕大切的儿子不能掉眼泪。不说了，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姐姐啊。这个切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样了？你姐姐最近怎么那么颓废了？